歡迎收睇呢條短片。今日我哋會講解會計要素同會計等式嘅基本概念，呢啲係學會計嘅基礎。大家準備好未？我哋開始啦。公司擁有嘅經濟資源叫做資產，例如現金、銀行存款、物業、機器、存貨等。而公司嘅資源可以係由東主注入，又或者係由東主以外嘅第三方借入。由東主注入嘅資產屬於資本，亦稱為權益；而向第三方借入嘅資產屬於負債。顯然，資產、資本同負債嘅關係形成咗一條公式，就係資產等於資本加負債。呢條公式稱為會計等式。我哋可以從兩方面去理解，一方面就係公司嘅資源總額，而另一方面就係公司嘅資源有幾多係由東主注入，亦有幾多係向第三方借入。多謝收睇，請多多支持 subscribe 我哋啦。搞掂企會財，隨心學，隨心聽。